跟我读了了了，了，非常好，记住。那么这句话怎么读？去不了，错，了，去不了啊。那么下一个怎么读？哦，不去了，不对，不去了，这里不一样，不去了。好，那么这句话怎么读？那了不起，不对，这个就了不起，了不起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？那么你给我读一遍，这句话怎么读？了了，了了，不，什么呀？了不起，了是一个名字，了不起。我太难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